我哋學校推行家長教育嘅理念，主要係促進家庭同學校之間嘅互相協作。我哋視家長為夥伴嘅關係，透過家校緊密嘅溝通，提升家長對子女學習同成長嘅參與度，同埋育兒嘅知識，一齊攜手合作培育幼兒。學校會恆常咁樣舉辦唔同類型嘅家長教育活動同埋親子活動，好似親子工作坊、親子旅行、中華文化親子同樂日等等。我哋亦都會聘請專業嘅講者，為家長舉辦同管教子女有關嘅家長工作坊、家長小組工作坊等。老師同社工都會同家長保持緊密嘅溝通，為家長提供專業嘅育兒意見，從而幫助家長運用正面嘅方法管教同埋關懷子女。早前我哋鼓勵家長參加教育局舉辦嘅童話寄語貼紙設計大賽，比賽嘅主題同我哋學校嘅理念吻合，都係着重幫助幼兒從小建立健康嘅生活習慣，幫助幼兒嘅身體、生理同埋心理各方面健康以及均衡嘅發展。為咗提高家長同學生嘅參與意欲，我哋預早派發通告，俾家長可以有充裕嘅時間做好安排。同時喺通告講明咗活動嘅目的，等家長知道活動對自己或者子女成長帶來嘅裨益，吸引咗唔少家長踴躍參加。希望藉住活動潛移默化，鼓勵同埋幫助家長同學生建立健康嘅生活習慣。咁學校其實好好啦，之前咧去間中咧都會派啲唔同機構舉辦嘅親子填色比賽俾家長參加啦。咁又會喺學校咧搞一啲家長嘅正向講座同埋工作坊。不過我自己咧就比較本身中意做手作同埋畫畫，因為我覺得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完成作品咧，咁就係好有滿足感嘅一件事。咁今次嘅活動入邊啦，我問月晴你想畫啲乜嘢啊？跟月晴咧就諗住將屋企平時嘅家庭生活咧融入喺畫入邊。今次我哋畫嘅4個主題咧就有充分休息同埋放鬆啦，咁參與閒暇活動啦，定期進行親子伴讀同埋擁抱及保護大自然嘅。咁揀呢個主題咧，咁主要我係覺得健康嘅生活習慣咧就應該係 work hard play hard，工作時就要努力工作，讀書嘅時候就要努力讀書，玩嘅時候咧梗係要盡情去玩，係咪？係啦。咁咧，目前咧，以我哋嘅家庭狀況嚟講咧，咁時間配合咧就係最難控制嘅。咁因為咧，月晴家姐咧就係一個小5嘅學生，咁我就需要咧分配一啲時間去到安排佢嘅功課啊，同埋學習啦。咁月晴嘅爸爸咧工作咧亦都需要輪班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好難每個星期都可以好安排一個固定嘅時間同月晴一齊做閒暇嘅活動。咁我咧同爸爸咧其實都希望啦，每一日都可以有固定嘅2個鐘頭時間去到陪月晴啦。咁雖然有啲難度嘅，但係我哋都會盡力去到配合啦。就好似返學之前或者放學之後咧，我哋都會陪月晴去公園啦。咁而爸爸每個星期6日咧都會安排一啲運動嘅項目啦，好似踩單車啊、打籃球啊、打羽毛球等等啦。咁都好開心啦！月晴啱啱滿5歲嘅時候咧，就已經學識踩單車啦，仲要冇輔助轆嘅添。咁而我同爸爸啦，作為父母咧，都會忙裏偷閒啦。咁送完月晴返學之後咧，我哋都會試過去西貢嗰度食早餐、吹下海風啦。咁我哋都識得俾自己放鬆身心啦。咁而喺長假期咧，我哋都會中意約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啊去戶外行山啊、燒嘢食啊同埋放風箏。咁而月晴嘅家姐咧，同我一樣啦，都中意做手作。咁所以咧，月晴會同家姐一齊畫畫、做手工。而最新嘅手工作品就係扮燒嘢食啦。咁家姐咧就會用啲紙啦，疊咗個燒烤爐，跟住又會用啲紙剪咗做一啲燒烤嘅工具同埋食物出嚟啦。咁唔知月晴今年嘅假期諗住點過啊？今年夏天可以同姐姐同埋爸爸一齊去游水。